球員版嘅波衫因為佢喺剪裁、設計以及用料上咧都有所提升，所以佢嘅定價一般較高，大約港幣1100至1300元左右。我哋相信不法分子企圖借世界盃嘅盛事去進行促銷，並且提高球員版波衫假貨比例，以增加利潤。有唔少係屬於應屆世界盃參賽球隊嘅款式。我哋留意到咧，全部嘅波衫咧都係轉口運往外地，並非供應本地市場。當中有接近80%係運往美洲地區。正版波衫嘅隊徽咧嘅印刷係比較精細，而假貨嘅印刷咧係比較粗糙啦。喺光照之下咧，個分別係更為明顯嘅。正版波衫每個字母嘅圖案咧都係立體而且富有層次感啦，而冒牌波衫佢係將字咧就印刷喺一整塊嘅平面上，如果摸上去咧會明顯感覺到兩者嘅分別。